心經是佛教僅260字的經典，核心是放下煩惱，變快樂的簡單道理。以下用孩童易懂的語言搭配生活例子逐句解說，像聽故事一樣輕鬆理解，願意幫助大家的觀自在大哥哥、大姐姐、菩薩思考怎樣永遠快樂時，發現大秘密。我們看到、摸到、想到的一切，都像泡泡一樣會變化、會消失，沒有永遠不變的樣子。五蘊皆空，知道這個秘密，就能擺脫所有不開心。心愛的冰淇淋放久了會融化，搭好的積木城堡一碰就倒塌，它們沒有永遠不變的樣子，這就是皆空。要是不哭鬧，知道本來就會這樣，你就像觀自在菩薩一樣擺脫了煩惱。觀自在告訴好心人舍利子，眼睛看到的東西，糖果、玩具等色，本來就有會變化、會消失的特性。空會變化的特性也離不開這些可見的東西，兩者是一回事。感受、甜、癢、想法、想玩滑梯、動作、跑跳、認識太陽是圓的，也都會變化，沒有永遠不變的樣子。心愛的毛絨小兔子，色久了絨毛會撞、會掉，空的特性，這就是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第一次坐旋轉木馬超開心，坐10幾次就膩了。3歲想當糖果老闆，5歲想當畫家，這些都會變，就是亦復如是。所有東西的本來樣子空相有3個特點，不會真的生出來或消失，不會固定裝或乾淨，不會真的變多或變少。黏土捏小狗狗，看似生出；揉成團，看似消滅。但黏土沒不見，不生不滅。黏土玩撞了，能洗乾淨，不垢不淨，分成2團，再揉回1團，總量沒變，不增不減。在事物的本來樣子裏，沒有永遠不變的可見事物，也沒有永遠不變的感受、想法、動作、認識。曾經愛玩的塑料小兵，現在不愛玩了；以前怕黑，現在不怕了。以前以為星星是鑽石，現在知道是星球，這些都不是永遠存在的。沒有永遠不變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頭、身體、念頭。小時候眼睛看東西模糊，長大後視力變好。小時候吃不出辣椒辣，現在能吃出辣味，這些感官都在變化。沒有永遠不變的顏色、聲音、香味、味道、觸感，知道的道理。草莓糖有時覺得超甜，吃過蜂蜜後再吃就沒那麼甜。同一件衣服，夏天覺得厚，冬天覺得薄，這些感受都在變。從眼睛看到的世界到念頭想到的世界，都沒有永遠不變的邊界和樣子。小時候以為家門口公園最大，後來見到海邊，又知道地球更大。以前以為只有小狗會叫，後來知道小貓、小鳥也會叫。認識一直在變，沒有永遠不變的不懂事、犯錯、無明，也沒有永遠不變的結束不懂事的狀態。3歲時搶玩具會打人，無明；後來學會分享，看似無明盡，但有時生氣還是會推同學。不懂事和不懂事都會變，變老。死亡沒有永遠不變的樣子，也沒有永遠不變的結束變老、死亡的狀態。小植物從發芽到枯萎、老死，但明年種新種子又會長出來，生命循環變化，沒有固定樣子，沒有永遠不變的不開心的事、苦，造成不開心的原因、集，擺脫不開心的辦法、滅，學會擺脫的過程、道。沒吃到想吃的麵包，苦，因為媽媽忘記買雜，後來補買了滅，學會告訴媽媽需求到，下次玩具被弟弟拿走，新的苦，學會輪流玩，新的道，這些都在變，沒有永遠不變的聰明才智，也沒有永遠不變的得到的東西。以前不會寫名字，後來學會還會寫很多字，智慧在變。
生日得到腳踏車，長高後換滑板車，得到的東西在變，沒有永遠不變的擁有，知道沒有永遠不變，屬於自己的東西，願意幫人的好心人，菩提薩埵，靠着這個智慧，心裏不會執着於某件事、某個東西，不會被綁住，心無掛礙，玩滑梯時知道不是只屬於自己，願意讓其他小朋友先玩，自己等着也不生氣，這就是心無掛礙，心裏不被綁住，就不會害怕，沒有錯誤想法和不切實際的夢想，最後能達到永遠快樂、平靜的狀態，涅槃。以前怕獨自在家，覺得有妖怪、恐怖、顛倒夢想，後來知道沒有妖怪，一個人很安全，無掛礙，心裏一直平靜快樂，這就是接近涅槃。過去、現在、未來所有快樂的佛爺爺、三世諸佛，靠着這個智慧，得到了最圓滿、正確的快樂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就像魔法師靠秘訣做出神奇的事，佛爺爺們懂了萬物皆變的秘密，永遠不會因變化不開心，擁有了最棒的快樂。這個知道大秘密的智慧，般若波羅蜜多，像超級神奇的咒語，有大力量，能看清真相，沒有比它更厲害的，真的能除掉所有不開心，千真萬確。你又勇敢咒語，害怕時念了就不怕，這個快樂咒語更厲害。記住萬物皆變，不用執着，無論冰淇淋融化，玩具壞了，都不會不開心。咒語意思是走吧，走吧，一起走到快樂的彼岸去，大家一起去，快快達到永遠快樂的狀態吧。就像和小朋友喊走啊走啊，一起去滑滑梯，很快就能玩到最喜歡的啦。咒語在鼓勵我們走向永遠快樂。